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是第一，就是我们就是礼敬的部分呢，我们就不用特别解释嘛，就是相当于就是那个对本尊入度母的一个顶礼的意思啊，然后我们就平常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对不对？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本尊入度母，就这样的。礼敬就是南无的意思，都一样的道理啊。然后也可以说，有的时候就是南无是可以在那个皈依的时候也可以用南无，然后顶礼也是可以用南无，所以就是这个部分来说的话就一样的礼敬啊。然后第二个字呢就是都大拉，就是注语里面都大拉它的本身的这个意义来说的话，就是我们本尊入度母就是度母啊等等有很多的这个它的这个名称嘛，那么它的就是一个其中的一个名称里面，它就是对这个一切众生呢，就是有感到一切众生的痛苦的时候，他就是一直就是为了这个，就是相当就是救度一切众生的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就是那个发愿感，为了一切众生就会自己会痛苦的，自己的痛苦呢就是不是为了自己而痛苦，为了所有一切众生，他就心里就是会有这种不愉快、不开心的一种这种事情嘛。但是我们平常的人来说的话，就是为了自己会不痛苦，会不开心。但是呢，就本尊入度母来说的，为了一切众生，以这样的一个，所以就是都大拉，就是相当就是让我们众生知道，就像佛陀给我们讲的，就是一战法论的时候，就给我们讲的就是这个苦寂，讲那个苦寂的。那个苦寂灭道里面的那个苦道一样的道理，对我们说让我们一切众生认识苦轮回的苦，所以度母本尊入度母，然后就是念主得大拉的时候，也相当也是起到一个世间轮回当中的痛苦的来源，就是五度的烦恼而产生的，所以呢，让我们要断除五度，就这样的意思。然后都大拉哄，他的从本尊入度母的嘴里就是念出都大拉哄这样的一个语言，这样的一个那个法语咒语的时候呢，就是遍满语方虚空母，这个意思。遍满这个部分是大家听得懂吗啊？用什么遍满虚那个欲方虚空？欲是什么意思呢？欲是欲界然后方这个里面的方就是世界，然后虚空是无世界我们都平常都讲三界轮回，对不对？对。三界轮回里面呢，就是欲界、方界然后那个无色界，就这三个。那么三界轮回也是相当于也是六道轮回嘛，对不对？对。所以呢，就是把六道轮回分成缩为三个范围的话，就是三界轮回嘛，对不对？所以呢，就遍满三界轮回的一切虚空，以这样的遍满是用什么？因为念出咒语的声音以及中之字然后还有那个中之字就是文字，然后呢就是许多的在所有的文字上发出的许多的光声音跟光文字都是遍满整个虚空。那么这就是说明呢，在本尊入度母的加持力呢，就是在遍满整个的三界轮回的就这个意思。所以这个里面就是先有代表本尊入度母的声语当中的语的这个它的这个语言是什么？就是都大拉哄，以这样的念出了这三个字的，那相当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大嘞都大嘞大嘞说哈，对不对？那有的时候大嘞说哈，大嘞说哈，或者说大嘞当说哈，大嘞当说哈，大嘞都大嘞说哈，大嘞都大嘞，大嘞都大嘞，或者是大嘞都大嘞，大嘞都大嘞，大嘞都大嘞，或者都大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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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有时候轰轰轰轰轰轰，这些咒语怎么念都是很有加持力的。所以这里面出现就是都大啦轰这几个字呢，
就是非常有加持力的。杜达拉呢，就是在提醒让所有的众生，我们的烦恼是非常严重的，相当就是让你注意你的烦恼不要打断你自己的能够可以解脱的道路。然后呢，就是祈祷佛陀能够可以在心佛的那个心的这个达到那个无二无别的，这佛的心跟我们的心就是达到无二无别的这样的祈愿的一个表示。然后同时呢，就是在注语的声音，还有那个中字字，然后还有那个在每一个字上面的发出的许多各种各样的光，然后呢就片面整个的三界轮回的。所以就是这就是本尊如度母的加持，以悉地片面整个的轮回众生。那片面这个是有什么用的？这就是救济救度六道中的所有一切的众生的意思，然后去除一切众生的生苦役所产生的贪嗔痴慢疑等等一切的烦恼。同时呢，就这一切烦恼带来的一切痛苦，疾病也好，一切不顺利不幸福的一切，然后就是障碍我们的解脱的一切的违缘都能够可以消除的意思。然后接下来就是第三句呢，就是云住片律七世界，对不对？七世界就是7个世界的意思。7个世界又怎么讲呢？7个世界里面呢，就是它的分别就是地狱、恶鬼、畜生、天道，然后人道，还有欲色界跟无色界，这2个加起来就是7个但是这也是一种算法而已。那7个世界它还有一些其他的算法，但是这个不重要。总的来说的就是六道轮回在六道轮回当中，然后它就是在那个引住这个部分来说的，从藏文里面讲的话，相当也是在牙到脚底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这个里面牙是什么呢？就是这些所有的在七个世界当中，也可以是六道轮回当中的，让众生障碍众生解脱的所有一切的这些非人，就是相当罗刹也好，相当就是在各种各样的那些鬼神魔鬼这些都是它可以在相互的一个这样的意思然后悉能狗舍无语母就是本尊如度母嘛，对不对？然后这个部分来说的话，就是它悉能，就是它有这个能力，可以构造所有的这些天龙八部等等各种各样的一切这些实践之中呢，就是有威力的，有神通的，有障碍一切众生的这些跟3界轮回中的所有的众生都如度母本尊如度母可以度化的。所以呢，我们修行人从这里一定要知道，我们祈祷本尊如度母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只是为了健康祈祷如度母就可以，其他的不能？或者是刚是为了财富可以祈祷如度母，其他它不能？不是这样的，它是无所不能的，什么都能可以加持于我们的，所以就是能力是非常好的，非常强的，也可以这样讲。所以呢，我们就是平常的话，就是本尊如度母的一切违缘、一切障碍都是可以消除的，没有任何本尊如度母消除不了的。这3界轮回当中，也可以是6道轮回当中，也可以是7个世界当中，所有一切对我们在实践法方面，或者是在修行方面，让我们不成功的产生的一切障碍跟一切违缘，都是祈祷本尊如度母的话，没有任何消除不了的。那当然是祈祷的方面，前面也是我们有讲过嘛，除了在本尊祈祷本尊如度母以外，我们就是修持佛法的那些加持力跟成就能不能够得到，
这完全就是靠自己的生苦意三门清净，而且是从内心当中一心一意的坚定不移的祈祷，一定要有相信为基础上可以作为祈祷的话，那么就是会收到同等的效果。那么不然，如果是我们今天看到了这些，哇，那原来本尊如度母那么灵啊，那么殊胜啊，他的加持力那么强，但是内心里面还是没有特别的相信他，然后祈祷是只有从嘴里祈祷一下，然后但并没有在内心里面真正的祈祷的话，那肯定就是这个加持力也是不一定可以得到的。虽然本尊如度母有这个功能，但是我们自己的祈祷的方式不对的话，那么一样的就是我们就是一个容器倒下来，然后从后面放多少的水都是容器里面还是干的，没有办法进去的，因为容器就是放的方法不对嘛，对不对？所以同样的道理，所以太阳在天空当中出现的时候，光就是它的那个太阳的光就是自然而然带着就是热量的，它就是很好嘛。但是就是有很多的因，或者是我们自己进入在屋子里面，然后太阳在天空里面，我们也看不到太阳的光嘛，对不对？如果是我们就是出去了，然后就是太阳能够可以照得到的地方，那我们就是太阳的光也是我们可以看得到，而且是它的这个亮度也好，热度也好，各个方面都是一样的可以感受嘛。所以同样的道理，这个方面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做任何的修行都一样，然后就是那个祈祷念诵本尊如度母也是同样的，就生苦意三门清净。第一个，第二个来说到，就我们当然经常都知道要有三殊胜的这个设置，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对。好，那就先这样，我们今天的解释到这里，我们又要继续再讲太长时间了，时间又不够，刚好就是已经8点半了，8点半就半个小时的时间，那我们就开始做本尊如度母的共修啊。好。好。